讲有特技歌后，你是特技歌王哟。老大，我当时安尼唱啦。你哪遐三班啊？啊无你安食到遮济戏，安尼你无一个什么特殊，有人要甲你看的哦。周末晚点笑，hit 哎呀，歹势甲你靠着。无啦，互你靠着我紧是我的公演。安尼哦。你是讲我呢吼，雄雄的做 pose 落安尼撇起就，哎哟，那我撇你是惊去撇着喙齿啦。啊，你若撇我，哎哟袂使会变去。开玩笑哈，今仔非常欢喜，搁甲恁见面啊！报道歌声，甲咱介绍的是咱足久无看到好朋友。这喜剧泰斗2位啊。系啦，讲这两个吼，会使讲自从我呢开始会晓入这个歌坛，我就跟因后壁哭撞啦。真正。嘿，向因学习。真正，咱这个友台哦，就是因为因两位的表现，所以讲哦，一直到现在呢，人拢一直怀念因啦。啊，搁伫个啦，免怀念啦。今仔日吼，趁咱搁伫个，咱要听偌济，做咱拢甲点唱欢喜的吼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喜剧泰斗脱线阿信，来欢迎两位。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《青色山脉》，好，大家鼓欢迎。Akakarei hutagoeni Narare wa kieru hana mosaku Aoi sampyaku Yukiware jakura Sora mo hate Kyou mo warera no yume o yo欧吉桑叫做前辈，前辈就是前辈啦，前辈。哎呦，斯巴拉西呢？前辈，这边后辈，前辈靠后辈。啊，咱两位前辈吼，本来拢是出来搬戏的，记较早妙人妙事哦，较早阮厝住家人田寮港，啊伊去遐佚佗吼。我红咧，你敢知？一个入去哦，规条街仔路，敢若咧迎神风爷咧。啊，拢规定囡仔缀伊后壁行啦。啊，我行伊边仔吼，感觉咧外样咧。结果人，啊你看，迄脱线，啊你看，迄阿西，啊你看，迄小美啊，啊你看，迄啥人？这个都无效。啊，这无效，过时啊啦。所以我们才走求伊伫台东啊。嘿，你即摆拢咧台东创啥哈？做山大王啊，做木场啊，在做山，饲牛啦，啊饲牛啊，饲牛啊，饲鸡啦，真正无简单哦。管遐吼，袂甲咱烧嘛。是稳健的。你都无收钱。早时我若发，喂，我排咧咯。哦，哎，讲伊话讲会过乳哦，我要食阿母的呢爱贵着有影无影？伊是安怎你知？伊是讲年啊大块，腿较低啊，啊你徛着食袂着，一定要贵。哦，伊也无像马啊、牛啊，较悬啊。毋是讲羊啊，知影通羊啊安尼啦。羊啊，安尼身材关系啦，身高的问题啦。算讲一种教法。羊啊，原来提醒人讲嘿，甲老母食啉都爱规落，做互咱这人看，啊人才会通有效。既然讲有效是真要紧，啊爸母互咱的名那么真要紧啊。我知恁的本名吼，诶脱线哥哥或者单边男了，阿南嘛，阿南嘛，阿西哥哥或者什么名？啊伊叫做杨君藻。猪顶枣迄个枣，那个火字旁的枣，火土的枣，火土对。君啊君是都是君，坤啊，乾坤。坤哦，陈坤造，坤造哦，杨坤造，你要甲改词，改个脱手。阿西啦，阿西人拢讲阿西，阿西全部甲人讲假啊。哎，囡仔做歌伫咧念咧，啊，为什么要改做阿西？恁熟悉时你就学做阿西，还是尾仔你甲改？无脱线，这个名脱线甲你好，啊你是安怎家己要学做脱线？较早都拍第一电了，啊咱做线线的，啊较早是我是塞车。哦，原来你是咧塞车。阮讲的对啦。赖道登去哦，赖道无电了，我嘛伫台北塞到宜兰啦。有影哦。有名的日本时代吼，改到日本人讲话也袂啥人讲，黑白讲安尼。哦，一日
胖骨龟头链，趁钱无够补车链，人迄是龟头的，还没福利天，自动车歹稳定。一工破了5、6链，趁钱无够补车链。我这个较早的生活写照，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嘿啊，你就是人甲你号，拢甲你叫脱线，安怎甲你号这个脱线？比如你安怎来甲号做阿西？阿姐较早真厉害，安尼出去电台啊，伫咧广告吼，迄录音机安尼。伊甲录音机安落小片，录音机小去因拿那个，袂收声就对。录音大小机，迄个去地湖东山哦，啊，就东山安尼写干。哦，因两个笑话社还阁有足济啦。我想今仔既然来这要做歌星哦，先互伊唱歌者，拄啊两个同齐唱啊，一个唱。大家，有这就唱就好啊。这是舞台呢，无你爱怎么去倒唱？啊，若你唱歌吼。阿些是甲别人无共，是安怎讲？那别人是麦克举安尼哦，安尼唱哦，伊无共咯，伊特殊诶，安怎讲？伊头壳倒头栽，骹向顶头安尼咧唱。道理哦，真个哦，你这样听讲。人讲有特技歌后，你是特技歌王哟。老大，我当时安尼唱啦。你哪遐上班啊？啊，无你安食甲遮侪戏，安尼你无一个什么特殊，有人要甲你看哟。哎呀，你也毋是歌星啊！啊，这个歌嘛是你呢。看到名都无见过，啊，这两个应该是来演员，来做歌星啊。对，啊有一个特殊。拼一个来要看说道理唱歌，波多歌星呢，嘿。你顶下等下过去啦，你要唱啥歌啊？要唱啥歌啊？我唱迄个小歌呢。哈，对啦，来，来，哎，使着歌袂？我来就讲。哎，安尼老唱会袂啦？在做小提琴，这古水有人讲伊真厉害。你们唱对诶，唱对所在哦。一罐对人加添着伊的可爱。阿姐，虽然伊全无希望，交伊做朋友，为怎样？加了叫我白虎的。予我的心，伊的小姑娘。小提琴。好，你甲看哈，阿西吼是足厉害，对吧？啊，伊等你涂骹啦。我在倒。根本阿西，刷了。哎呦，刚才还够真。刷，我都定去啦，定去。你个蛋。阿西啊，起来，定，哎。哎，这三千箱的呀！喂，啊，人学去，钱足歹趁，哪有这3000？你真是低了呀！哦，欠啊！迄个欧巴桑不但甲你拍扑啊，隔壁迄欧巴桑连骹出来甲伊拍。我这款你还佫无算，你什么厉害？啊，无厉害啊！发线才有厉害。哦，脱线我哪会知倒你是可以倒立唱歌。发线我倒头栽我无倒。你想讲倒头栽我无倒？我毋是，发线是大历史的歌王。大历史。哦，当时去印尼哦，雅加达。雅加达轰动规个雅加达。安怎样？印尼的雅加达。大细节来歌厅哦，来看伊表演。哦，安尼哦。我无倒头栽哦。没啦，你看就知影。哦。伊个人哦，顶头等下踏3个人唱歌。不要，没有，好啦，阮3个。咱3个多地个嘟嘟麻。无啦，3个阮要唱会出来哦。你毋才会唱啊？我你国外甲你捧倒转来，台湾老片啊，那既然讲，涂骹写搁甲拍咧。你读者，一个落一个。阿姐讲我你甲读，你甲读。而家落去啦，较甘愿。爬起来哦，怎唔爬起来？哎，怎无爬起来？要唱什么歌啦，阿姐？我暗淡的歌。暗淡的歌，这慢歌呢？哦，阿姐嗰个协助指挥，我会使兼指挥哦，我来哦。我中哦。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，我已经不再对你痴迷。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，总
的冤吹，不惊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。我满腹的今夜又是出了红淡的歌月。我想臭地。哦，厉害！一个哦，3个都载过，这只那会做。我这个酒我食够醉咧。叫我安尼唱，搁举一个哦。吼，人迄是10外岁啊，讲我有力。我今年6九勇赛哦。哈60，你64岁啊？我看袂出来啊。有影无影分对啦？哦，真正。哎呦，我改呢。啊，佫少年家咯，佫加暖呢。过来个哦。哎呦，孙过来个啊！哦，大番薯无读高中哟。哎呦，哎呦，说的呀，哎呦，那个目个呢。